2026年3月21日，出埃及記第32章。人民見摩西遲遲不下山，就聚集到亞倫那裏去，對他說：起來，為我們做神像，可以走在我們前頭領路，因為那摩西就是把我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那個人。我們不知道他遭遇了什麼事。亞倫對他們說：把你們妻子和兒女戴在耳上的金環摘下來，送來給我。全體人民就把他們耳上的金耳環都摘下來，送來給亞倫。亞倫從他們手中接過來，用雕刻的工具雕刻，鑄造了一個牛像。他們就說：以色列啊，這就是你們的神，就是把你從埃及地領出來的那位。亞倫看見了，就在牛像面前築了一座祭壇，並且宣告說：明日是耶和華的節日。次日清早，人民起來，就獻上了燔祭，也帶來了平安祭。然後他們坐下吃喝，起來玩樂。耶和華對摩西說：你下山去吧，因為你的人民，就是你從埃及地領出來的，已經敗壞了。他們很快就偏離了我吩咐他們的道路，為自己鑄造了一個牛像，向他跪拜，向他獻祭，說：以色列啊，這就是你的神，就是把你從埃及地領出來的那位。耶和華對摩西說：我看這人民真是硬着頸項的人民。現在你且由得我，讓我向他們發烈怒，把他們消滅。我要使你成為大國。摩西就懇求耶和華他的神施恩，說：耶和華啊，你為什麼向你的人民發烈怒呢？這人民是你用大能和全能的手從埃及地領出來的。為什麼讓埃及人議論說，把他們領出來是出於惡意的，要在山上殺死他們，在地上消滅他們呢？求你回心轉意，不發烈怒；求你改變初衷，不降禍給你的人民。求你紀念你的僕人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。你曾經指着自己向他們起誓說：我必使你的後裔增多，好像天上的星一樣。我必把我應許的這全地賜給你的後裔，他們必永遠承受這地作產業。於是耶和華改變初衷，不把他所說的禍降在他的人民身上。摩西轉身從山上下來，手裏拿着兩塊法板，法板是兩面寫的，這面和那面都寫着字。法板是神的工作，字是神寫的，刻在法板上。約書亞聽見人民呼喊的聲音的時候，就對摩西說：營裏有戰爭的聲音。摩西回答說：這不是戰勝的呼聲，也不是戰敗的呼聲，我聽見的是歌唱的聲音。摩西走近營前的時候，看見了那牛犢，又看見了有人唱歌跳舞，他就發烈怒，把兩塊法板從他的手中摔掉，在山下把他們摔碎了，又把他們所造的那牛犢拿過來，用火焚燒，磨到粉末，撒在水面上，讓以色列人喝。摩西對亞倫說：這人民向你作了什麼？你竟使他們陷在大罪裏呢？
亞倫回答：求我主不要發烈怒。你知道這人民傾向罪惡，他們對我說：給我們做神像，可以在我們前面引路，因為那摩西就是把我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那個人。我們不知道他遭遇了什麼事。我對他們說：凡是有金子的，都可以摘下來。他們就給了我，我把它丟在火裏，這牛犢就出來了。摩西看見人民放肆，原來是亞倫縱容他們，使他們成為那些起來與他們為敵的人的笑柄，就站在營門中說：凡是屬耶和華的，都可以到我這裏來。於是所有利未的子孫都到他那裏聚集。摩西對他們說：耶和華以色列的神這樣說：你們各人要把自己的劍配在大腿上，在營中往來行走，從這門到那門。你們各人要殺自己的兄弟、鄰舍和親人。利未的子孫照着摩西的話作了。那一天，人民中被殺的約有3000人。摩西說：今天你們要奉獻自己歸耶和華為聖，因為各人犧牲了自己的兒子和兄弟，好使耶和華今天賜福給你們。第二天，摩西對人民說：你們犯了大罪。現在我要上耶和華那裏去，或者我可以為你們贖罪。於是摩西回到耶和華那裏，說：唉，這人民犯了大罪，為自己做了金神像。現在如果你肯赦免他們的罪，那就好了；如果不肯，求你從你所寫的冊上把我塗抹吧。耶和華對摩西說：誰得罪了我，我就要從我的冊上把誰塗抹。現在你去吧，領這人民到我吩咐你的地方去。看哪，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，只是在我追討的日子，我必追討他們的罪。耶和華擊殺人民，是因為他們敬拜亞倫做的牛犢。讓我哋一齊祈禱，立志讀經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藉着聖經向我哋展露你嘅心懷。你向我哋所懷嘅美意係何等眾多而寶貴。完美嘅事物都有佢嘅限制，而你嘅命令卻寬廣無限。求你開我嘅眼睛，讓我看見你話語嘅奧妙，好使我每日靠住主耶穌基督嘅恩典，喺聖靈嘅引導下閱讀同埋思想你嘅話語，並且一心遵行，以致我更深刻認識你，更虔誠地愛你，更緊緊地跟隨你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，阿門。